最近工作總覺得怪怪地，係咪有同事表面笑騎騎，背後放毒蛇？你有冇試過工作環境好似成個氣場都好怪咁？啲人表面笑笑口，轉頭就講你是非。有3個跡象代表你工作環境有小人。第一，能量好低，每日返到公司好似俾人吸咗晒靈氣咁，明明冇發生咩事，但係成個人就好攰好重氣。第二，明知道大家有啲咩群組，但係從來冇你份，啲人一見到你入嚟就即刻轉話題，你感到自己同佢哋格格不入。第三，好事到手前一刻就俾人搶咗，有人喺你未知道之前已經幫你處理好啲嘢。遇到小人唔使怕，佢哋越想搞你，你越要企穩自己個場，唔使報復，淨係要保住自己嘅能量，洗走啲負能量，重新對翻自己好啲。你會發現其實力量一直喺你入面。如果你感覺到呢啲跡象，唔好啞忍，找我 Terence 師傅用塔羅加易經球個方向，你會知道答案其實早就喺你身邊。